鏡頭轉來看，咱國內中東的戰火是影響到石化原料的供應。目前已經有業者公告，袂閣提供塑膠袋，花店嘛是減少使用塑膠的包裝。因為經濟部證實講，有發現一寡中盤商是故意慢出貨。公平會表示講，業者若是做伙來囤貨、做伙起價，這行為可能是違反公平交易法，因會來調查。當初爐的麵包在疫情之後都會一個一個包起來，以求衛生。不過如今傳出塑膠袋缺貨，店家做生意也大受影響。飯店外口打廣告講以後袂閣免錢來提供塑膠袋啊！這間飯店本來攏會訂有 logo 的塑膠袋啊，但即馬增加成本起傷濟，做小生意的根本都買袂落去。我們每一個麵包刀這樣包起來的話，你看我一天出了多少麵包，至少也有破百，我們要另外去找紙袋來裝。紙袋的成本就一定會比較高。業者毋若是要吸收起價的部分，若是塑膠袋買無，一寡品項甚至是無法度買。目前敢若會當鼓勵人客買環保餐麻肉，會當省就省。另外，連原本介紹敢若受季節影響的花店，攏受到衝擊。一束一束的花，外口的包材是包括特鹿啊、乾的鹿啊，甚至是阿古里的鴨肉，攏是塑膠製品。即馬雖然貨量夠高，但廠商的報價已經調起2成到3成。我們盡可能去做一些高單價的話去做銷售，這樣才不會說這個成本比例在我們整個成本裡面佔太重。中東戰爭的影響是持續擴大，事實上，唔拿塑膠製品，還有小食店的業者反映講，就連平常時裝便當的這抓鴨肉嘛攏起價啊，煩惱講有可能變作起價的連鎖反應，以後嘛降袂落來。目前它是有貴一點點吶。如果全部都漲價，以我們的用法程度，起碼也要貴差不多3000多塊。它的紙漿可能成本並沒有太大的改變。那最主要是燃料成本的部分。就是能源成本。學者分析，目前加熱產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，就是能源成本起嚟，應該持續關注能源的波動。降價市場煩惱的情緒一直拖。另外，面對塑膠袋啊，資源公平會愛剔查。跟業者要資料，他回來我們要研析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說，我們要經過委員會，我們盡量朝3個月來做。公平會表示講，目前已經初步了解塑膠袋的介紹材質等等，會以聯合行為為主，若是有道立案來調查，找出不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